今日帶大家睇一套珠海西部新城核心城區嘅一個樓盤。咁呢一套單位嘅建築面積咧係81個方，做咗一個大兩房嘅設計，仲要連埋我哋一個6.7米嘅大露台。咁我哋露台咧呢一邊咧係南向啦，望出去咧就望到成個屋苑嘅花園啦，咁非常之舒服噶。咁我哋成個社區咧係一個歐式嘅設計啦，咁社區亦都非常之大，有我哋嘅洋房、高層同埋我哋啲複式單位嘅。咁我哋成個屋苑嘅均價咧亦都係9000零蚊，而家仲要送埋你豪華嘅裝修嘅。而家首期10萬蚊咧就可以買到呢一套單位啦。咁我哋見到成個戶型咧好方正，同埋佢實用率亦都非常之高嘅。咁呢啲咁嘅舒適嘅大兩房，仲要帶2個大露台嘅戶型咧，就更加稀缺噶啦。呢一個屋苑嘅開發商咧係國企嚟嘅，而且佢嘅管理咧亦都非常之唔錯。我哋樓盤附近咧亦都有接近41萬平方米嘅一個繁華商圈，例如華發商都、靜江廣場啦。咁喺呢一度生活，佢嘅配套咧係好齊全噶。如果你最近咧都揾緊呢啲咁嘅舒適嘅大兩房單位啦，咁呢一套單位大家一定唔好錯過。有興趣朋友評論區留言，我發資料俾你。